双生护送模式哎，你看开2个把它拨开视窗，那如果底部颜色不一样，字的颜色也不一样，那字体字形也不一样。那左边男人的声音，右边女人的声音，那你看像这样右边那个大概是排了3行的字，念完以后在中间那边念完以后呢，停顿的时候，他就去处理左边那个视窗的内容了，要念左边的视窗中间三行的字了。他念完了，停顿的时候又跑到右边来念了，很神奇哦。还有无意间去关掉一个右边那个右上角有个打叉去按到了，哎，按到不是关掉了吗？但是他是在念的过程中把它按到打叉关掉了，结果他还在念呢，一直还在念下去啊，这样不就变有3种声音了吗？可能跟那个记忆体啊，还有中央处理器的能力也有关系，能够多功啊，一次啊处理多个程式，这才有可能多声道。这个是宋史，咱还可以找那个26式全文逐字念清单2。为什么要有第2个清单？第一个清单是这个451部影片，这个为什么要有第2个清单呢？桌上型电脑网页看到了，最多显示到第200项，显示到水草，所以好像，诶，这样水草不就没有念完了吗？因为你看从第2个清单来，从水草的加上去啊，清单第2项，第2个清单就从水草的开始排列，然后还另外宋史哦。你看那个内容最庞大了，5部了将近5000页，目前是排行榜第1名哦。第1部、第2部元朝丞相脱脱及其他的大臣编著的，第3到第4、第5部，第3部到第5部是清朝的笔练阁，钢笔、毛笔的笔，练了火字旁的练，阁楼阁的阁，笔练阁的篆书的，总共快5000页，有这么多内容，目前排行榜第1名。所以你看宋史也有播放清单，现在看宋史播放清单了，最多200部了，因为配合电脑桌上型电脑能够显示的项目最多到第200项。这个顺序哦，宋史第1部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，有的可能是重复或者新录的07、08、09、10，然后第2部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结束了，然后来第3部01，你看重要的有摘录了，你看名相赵普注重伦理20篇，注重鲁伦啊，三字经里面呢是讲到鲁伦啊，赵宗令读鲁伦，赵宗令就是赵普了，北宋名相赵普读鲁伦，那叫读伦理20篇啊，闲暇时间都在念伦理，隔天上草断案就很厉害，很顺手名相赵普，名言叫做半部伦理治天下，他的名言半部伦理治天下。后来还有一个宰相也是姓赵的，叫赵汝仪，3点水，一个女人，那个汝，虞是大智若愚的虞，赵汝仪安邦定国呢，然后被他后来的太后重视的人叫韩托胄，后来当宰相给排斥陷害，韩托胄后来以误国罪名被诛。你看
唉，你看这再来算宋氏第三部05、4、5、6、7了，哎，又发现可以超过12个小时的影片，一般都是12个小时以内。你看，所以很多影片都11个小时59分55秒，以不超过12小时为原则。那是第三部09，哎，这里怎么01的还在这里啊？啊，再来排顺序哦，来，你看那个缩图左边有两条短线，就像数学符号等于啊，做数学题目那个等于，按住或者按那个图片的地方长按，然后上下移动。现在要超过了，要往下移动，这样叫滑手机。哎，放上去，第三部01，有没有看到？到第三部01，就这样找哦，是第三部02，哎，按住那个缩图和左边那个等于符号，长按哦，然后可以上下移动哦，这叫滑手机啊，不必按着不动，要按着然后要做那个移动的动作，然后它会上下移动。你看现在排列顺序，第三部01、01、01、02，然后来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6，第三部到第11哦，第12嘞，第12嘞，然后第四部从1466页开始，哦，到3000多页了。第五部从3000多页到快5000呢，不是3000多页哦，快4000呢，然后到快5000呢。哎，对啊，3499，好像3999嘞，快4000嘞。然后第五部到快5000嘞，哦，这么多了，你看，现在已经，哎，第四部03、04，然后移动上去第四部的顺序调整，第四步哦，来把顺序调整一下，调到02的下面，有没有？第四步02、03，再来第4的移上去，尽量是照顺序排列，附加的在下面呢。你看这个附加的排在下面。有没有看到第5啊、第6啊、第7啊、第8、第4，第五步的01有没有？第四步到2881中哦，是这样吗？有没有弄错啊？第五步01是2881开始，2882开始的。刚刚是讲错了吗？刚刚印象弄错了。那这样第五步有内容那么多，到4000多页啊，应该是从2882快3000了嘛，然后到第五步结束4000多页了。是宋氏第五部04、05、06，然后你看双声互授模式有声书，那怎么还没有下面呢？有的还在录制，还没有上传，或者是还在上传中，有的上传还没有完成就点按这个发布啊，那这里会显示已删除，
有那个空白的影像，空白的，然后显示已删除，这个印象是这样的。